拢总是甲相信啊，在这个人当中啊，有灵魂，有生命，有那个肉体。这个灵魂、生命，系那肉身。嗱，系讲啲肉身时间一到，这个灵魂一出，啲肉身就变死小。呢个二个领土，第一节按样讲这个啲，因为到嗌啥啲系讲你世间你嘅木一下超一下擦黑，都上帝。準備將最好嘅味素，本一個添加嘅啲潤久嘅味素，咩意思呢？係講一個世間你啲嘅時間越超啊，因為到人生世間你幾十年講緊，係講一個時間越超，一個嘅靈出一個無心，一個嘅肉體變一個思想，一個嘅靈係去為呢相信耶穌基督，得到上帝準備將潤久嘅地方本一個，就係得到添加嘅味素。這個嘅靈係共用嘅無限，上帝準備將本世界係萬人相信耶穌基督就得到一最大嘅福氣，所以這個係謙卑，còn唔係鐵慢，còn這個係靈，còn這個係學堂，còn這個係學接呢個福音傳出本世界堂沙堂到沙謙卑接起來，這個得到永久嘅生命，亦係離開呢個世間，這個得到上帝準備將最好嘅位所本世界。就會轉到上帝嘅身邊，阿門。